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，政府即届推出的1万块的纾困有身份的限制，袂当有军公教、劳保甲农保、毛收入的限制。家户平均的生活费袂当超过每一个人每一个月上加生活费的1.5倍，同时佫限制袂当有领政府其他的补助甲津贴。譬如讲，这个低收入户平常时就有摕补助，毋是自愿失业的人，嘛已经有摕失业的补助金，所以拢袂当佫领1万块。也毋过，华视新闻找到一个例外，就是靠基金会帮忙出来咧卖番薯的这个番薯妈妈，因为是单亲，一个人饲囡仔，再加上这段时间做无生意，得要无饭通食咯，所以政府将款认定，伊会当同时来领低收入户的补助甲纾困金。现在大概是一半，吃饭钱都不够啊。本来就是低收入户，靠基金会帮忙出来卖番薯，一个人请养囡仔，但是即马拄着疫情。番薯妈妈生活重担，真正是足重。你像我们是有低收，创世有开证明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去申请。就是因为番薯妈妈收入少到连食饭钱拢要无啊，才会将款认定，摕到急难纾困金。若是依照原本的急难纾困金的规定，如果若是有摕低收入户的补助，就袂当搁摕纾困金。搁有非自愿失业的人，已经摕到失业补助，嘛袂当搁领纾困金。若是为着摕到纾困金，就想空想胖，甚至伫申请的设计书顶悬讲白菜话，想要安尼蒙骗过关。律师有讲哦，歹路就唔通行。内容有虚伪不实的话，可能涉犯刑法339条的诈欺罪，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，以及214条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罪，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除了讲会去关起来，而且已经领到的纾困金嘛要还回去，所以讲唔通看到钱就心花开，做出这种乞倒了的行为，袂好啦。